DX9 Mini 小豬角配備咗原設嘅雙槍啦，胸口亦都有能量顯示，不過呢就係固定嘅，同魔方一樣係一個好踏實嘅設計。先前已經推出咗國民嘅啦，而家嚟睇下佢啦。頭部呢就只能夠旋轉，手呢可以平舉，上臂亦都可以旋轉啦，前臂亦都可以向上對接，可以做到彎腰啦，同埋轉腰。腿部可以側踢同埋前踢，後踢呢就係冇嘅。大腿可以轉動，可以完全做到摺疊嘅膝彎曲關節。腳掌方面有少量嘅可動性。首先掹走咗個頭領戰士先，呢個必須㗎喇。之後鬆開個肩膊啦，向上轉，打開個前胸甲，然之後鬆埋個背脊。中胸兩邊呢有兩個旋轉部件嘅，將佢哋呢都向上面轉上去，轉出空中嘅部件啦，入面再有個小部件嘅轉埋出嚟，將兩側嘅部件呢稍為向落轉啊，確保胸甲呢可以完全冚翻實。拉起側裙甲啦，將大腿向外彎，打開個後小腿，收起個前腳掌，然後將個大腿屈曲咗，再轉入小腿裏面，將後腿件呢向後轉，尖角件轉落嚟扣喺腳底。另一邊呢都係同樣步驟啦。之後將雙腿合埋一齊啦，轉低髖關節中間個小部件扣到雙腿之間嘅位置，打開個手臂，將拳頭轉入去收好，再冚翻埋，將上半身向後翻好，扣實佢，扣好兩邊嘅手臂，將個手臂呢亦都轉到後方，拉出喺上方嘅飛翼。轉動個手臂啦，然之後將個手臂對接翻上嚟，轉動成個手臂啊，然之後扣到去內側嘅位置，最後喺機頭加埋個武器，將個頭領戰士擺埋入駕駛艙。成個變形過程呢都好好玩啊，而且過程亦都好流暢，人形就完美啦。但係載具形態係因為啲細節上有啲改動呢，就唔係完全 G1 嘅。不過可以感受到官方係有意呢將呢個射角呢係射歪啲嘅，增添咗一份機械感喺上面，就好似當年 FPJ 嘅嗰款小豬角一樣。咁即使之前推出嘅國民啦同有神槍手，其實都係走緊呢個方向嘅。將風格稍為移向機械微重嘅方向，又唔會太過偏離原有嘅味道，感覺又唔錯喎。今次開箱就內容以上啦，訂閱讚好留言分享，即刻可以支持到本站嘅運作，亦都可以 PayMe 或者支付寶贊助我，令我嘅運作可以更加順暢。咁今次係咁多啦，下次見。